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內底個節目。今晡日個醫療單元啊，非常個重要，大家都知啊，係講其實普遍咧，吼，尤其係吼嚴重個病，像係癌症啊個東西，大家是咪聽過？可能會開刀，可能會化療，有可能會病殺治療。不過大家都聽過，不過唔係按了解。今晡日個節目是圖大家來了解到大家係乜個東西，你係用呢個底很好多個知識，係講順頭有朋友知識拄到咧，咪會底就用呢來面對，用呢來健康好個治療。聽人哋了解係呢個來賓係來自聯興國際自然個病殺腫瘤科個科長劉逸仙科長，歡迎。大家好，我係劉逸仙，我目前服務在聯興國際醫院。當歡喜來到聊到來老大家來講解田寮的事情。耶，分享科長吼，科長其實讀聯興國際自然的父母嘅時間係昨天講係放射科病殺科嘅，比如說我們算是放射師，是這樣講，就這樣講吼。所以其實對你嘅跳路來講，我跟你講你真的都了不起嘅，因為對你嘅跳路來講，其實你等於該做些個內容是面對某種個病因，做個又係好嚴重個那種比較嚴重的疾病，好嚴重個病，就是可能會做放射治療、病殺治療個病因，從麼吼？所以講到呢一片咧，我細細佬鄉親朋友來問啊，大家是咪知道講哇，係講其實得到好嚴重個疾病，好嚴重個病，就係癌症癌症癌個病，大家是咪聽到開刀啦？化療啦，係冇所以講用翻譯來講就我要做放射治療、病殺治療。到底什麼是放療？乜個係病殺治療？所謂的放射治療，我們一般也說是電療。這個電療跟那個我們就是身體痠痛去做的那個電療是不一樣的。對，我們現在做的這個電療，它是用一個高能的輻射線去治療，就是醫生講開癌群的體況。然後我們就說這個叫做放射治療。我諗問一下好專業嘅題目係，我冇確定哦。比如講，我要談過動到更癌個病因，因為咪喏就講叫佢田寮，這個電療跟科長講嘅是不一樣的，還是一樣的？如果說佢癌群，他佢講嘅田寮就是放射治療，它就是用我們的那個治療機去做的放射線治療，它是跟我們一般去醫院做健康檢查或者是骨頭痠痛去照的那個輻射線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是屬於比較高能量的一個輻射線。一般人來講嘅更啱嘅田寮，其實是係放射治療，線上講嘅病殺治療。OK， 到了邊大家是會問所以線上講嘅係好高能糖的是能量好大啦，吼，白話文係按樣，佢等於是做針對你的癌症嘅細胞做放射的治療，錯冇？那大家是會問啊，我沒有談過化療它不一樣，完全冇可能。對，所謂的放射線治療是指身體局部的。如果說是我是頭部的部分，我就只會照頭部，是找頭呐，講緊。如果是乳癌的話，還是找胸部療刀。錯，那個如果是化學治療的話，化學治療它是一個針劑，它是要打在血管裡面的，然後它會經由血液帶到全身。因為你今天看到，比如說我胸部長了一個腫瘤，可是我看不到它在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被感染。如果說醫生有懷疑說他淋巴的部分有被感染的部分，我們就會可能有需要的話，就借由化學治療，經過血液的部分，它會到全身來去做一個治療。所以，放射治療跟化學治療也是治療癌症的一種方式。錯，所以節目一開始也是對於老鄉親朋友來紹介種，像係科長應該透露專業名詞來講嚇，你會講係放射師、病殺師，所以你也是講，所以你整天你會在一個空間裡面，你做一個空間地圖，平日落來你就會針對你技術來講，你就會針對他的需求，給細 Q 做放射治療的工作，對吧？對，好，對。譬如說，我讓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如果今天是要拍戲的話，其實，比如說你會，比如說它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對，其實它就是一個房間裡面，房間裡面它有一個機器，對，然後那機器，然後下面是有個床。
然後病人會躺在那個床上面，然後在這之前呢，我們會幫病人做一個叫做定位的動作，我們會借由影像，就是我們會做叫做電腦斷層 ，OK， 電腦斷層，做完電腦斷層之後，我們會有影像，那醫生會根據你要治療的地方，好，跟我們的物理師講說，哎，這個地方要治療，然後治療完成之後會有個治療計劃。然後給病人把資料輸到機器裡面。當你病人躺在那個治療床上面的時候，然後定位完成之後，那個機器就會發射出高能的輻射線，針對腫瘤的地方做一個照射。所以這個操作就是由放射師來做。我們就會在一個房間叫控制室的地方去操作設備。OK， 對，好，其實所以大家是會低調係一種專業分工、專業分工，非常專業的投入。我覺得是一個。我覺得就是階段，每一個在一個醫療的流程地圖，每一個人都扮演不一樣的角色。是每一個階段都是依照專業嘅分工，然後總會從專業嘅技術的資源然後都會依照流暢。講到兩片啊，基本上強到課總咧到兩片，大家要發現吼，佢完全談得先愛講會有強，佢也做得講稍稍嘅客尾，因為佢係類似連線國際自然改變一個客家種嘛，當到客家語，所以你都要用個國產地圖，會唔會係講拄到來就診嘅病人係客人，係講在國產地圖，譬如講阿公阿婆會好緊張嘅，講落去講下會去先講會好按掉，會。假如去看問卷解下線上，因為線上還好上，一上去講誒，我會講，哎，你可能會等一下我們要幫你照 X 光啊，然後等一下護理師會幫你打針啊什麼的，因為。又到阿婆糖水，嘿，然後會跟他講到副作用的時候，那年輕醫師他不會講說歐里毒，對，那可能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在旁邊告訴翻譯給阿婆聽說，哎，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檢查，下一步要做什麼。那如果他會緊張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就會拉着他的手跟他說，阿婆莫驚，嘿，來對我婆姨，哈。對，就是當阿公阿婆聽到之後，就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點這樣子。對，不要說阿公阿婆，我剛剛聽你模擬，我心裡都覺得會動感動，因為你想看病人讀該東西其實是最脆弱的，對，他心裡一定會很恐懼，因為佢不驚嘛，就是對。人讀係萬樣人，其實都是年輕人也是一樣。後生你未強啊，尤其係阿婆，梗係講呢度順頭，用客話講阿婆唔是驚哦，我覺得那個力量很大吼，所以因為家屬也會擔心，就是怕他配合不好的話，會影響到治療的效果。對，因為當我們在執行作業的時候，因為它是一個高能量的輻射線，所以當我們在照射的時候，裡面是不能有其他的人在裡面，所以病人本身一個人在裡面，所以他其實會產生一個恐懼感。對，所以我們會跟他介紹環境啊什麼的。對。那他在裡面一般來講會急救的時間。在真正照射的時候，可能5分鐘到20-30分鐘不等。你想哦，30分鐘動床誒，對，30分鐘的時間，你係講一概，你讀該一在空間地圖，冇人陪你，一概你讀地圖，你看那個心理的恐慌感，錯冇？所以意思是係講，你做啲溝通嘅時間，稍微講一下，下尾其實阿公阿婆，冇講阿公阿婆啦，大概你係講談到這個這種這樣子好親密嘅。你做啲地界意念，你咪是都好安心吼。不過講到兩下，是大家就會講吼，其實兩下現台你要當到冇強嘅文明片。不過癌症一直以來係對你嘅國家地圖一直都是一個對人體來講比較有威脅性的疾病。好，當然可能在排名上面也會有一些冇強嘅變化。所以到兩邊咧，大家咧講下，兩下推翻吼，實體癌症嘅發生嘅因素嘅排名。它還是有異動的，就是你看這條另外頭擺看的係冇強咯，大家做咧看到咧有一度是，你看到第一名是肺癌，都還係第一名，然後第二名台沖，第三名卵癌，第四名肝癌，那相信倆喜家都會大家好低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最大的變化在這邊？對科長的觀察來看，最大的變化，比如說過去5年或是過去10年，過去5年到10年，比如講乜嘢？一直都是肺癌第一名，錯嗎？肺癌最近會變成第一名的話，因為其實現在有一個新的檢查方式，叫做低劑量的電腦斷層，它其實可以偵測到一個比較小的一個腫瘤的一個細胞。對，那大腸癌跟
女性乳癌的部分，其實也跟就是現在健保推動的一些癌症篩檢，它可以提早的篩檢到一些比較早期的，所以相對可能這些就會比較早被篩檢到。然後像子宮頸癌的部分，因為現在有了疫苗可以打，還有子宮頸癌篩檢的部分，所以現在子宮頸癌的部分就變得比較，我覺得這是福音，比較少一點。對，這是福音。就大家昨天開始打疫苗，對。好，所以吼，你下不你甲鄉親朋友都了解一下吼，因為到你下其實癌症可能有因為治療嘅方式，日早發現，日早治療，老做啲打疫苗，所以其實嘅排名有些些冇強咯。不過了解很好，到時會了解講，你要好注意嘛嘅東西，大家先聊下，你還要當到嘅知識，然後大家都分享，等下陣嚟講。基本上方伊做啲繞牆度溜課狀喺度節目地度，然後大家嚟講放射、放療、病殺、腫瘤治療嘅內容。上堂節目啦，大家嚟講到乜嘅係病療，乜嘅係化療，佢到底係腸道係容易嘅情形哦。咁過嚟下講到呢下時候，你問一下，到底哪種嘅癌症佢後尾用到化療，然後尾用到病療？那個腫瘤的部分，其實會依照當初診斷的時候醫生的一個判斷。但是在放射治療的部分，其實大部分的癌症其實都可以用放射治療來做處理，這樣子。那血液類的話，當然他們是相輔相成的。那有些部分還是叫經由化學治療，或是現在有的標靶治療跟免疫治療的部分共同去執行，讓它的治療更完善，效果更好。OK， 對。所以簡單講起來，真的不是一個唯一的方式。對，實際上可能以整個病程的發展，對，階段做啲先做療係冇是先做療，係冇療種係輕因而先做化療，療種輕因做病療，療種輕因先開刀。對，都冇強容易，沒有因為講佢可能咪先做病療，變腫瘤較小了，就可以開刀。所以其實老大家咧講緊係唯一嘅方式。咁個度療片特別老大家咧講吼，做病療嘅時間，它其實是有輔具的。對，佢有提手嘅加納佛，從而因為佢有精準定位，對不對？對，因為在放射治療裡面，我們除了要把腫瘤殺掉之外，因為它是一個高能的一個放射線，所以就跟太陽光照過我們的身體一樣，它會穿過我們的身體到達腫瘤的地方。當它走的路徑就是會穿過正常的細胞。那我今天用很高的能量去把那個腫瘤給殺死了，可是它會穿過那個正常的細胞，那正常的細胞是不能被傷害到的。所以呢，在治療的當中，我們必須要很精準的把那個位置定好。所以我們會借由一些輔具，來幫助病人在治療的期間，即使只有5分鐘，可是我們有時候身體會不小心會動一下，對，所以我們會很小心的利用這些輔具來固定病人的姿勢。像在頭部的部分，像頭頸癌的部分，我們的標線定位的線會畫在身上，可是我們每天要洗臉、要吃飯、要擦嘴巴，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利用一個頭部跟頸部的一個面具，把它固定在病人身上。因為剛開始它是硬的，可是我們經過泡熱水之後，它會變軟之後，然後把它放在像面膜一樣的套在病人的身上，然後我們會把所有的標線都畫在那個模具的上面。你這樣回家的時候，是不是身上就不會有線？而且你在治療的時候，因為利用了這個輔具去固定你的姿勢，這樣子是不是就比較不會動到？這樣我治療的時候可以更安心。這樣子，那身體的部分一樣，就是因為我們躺在那個治療床上，即使5分鐘或是10分鐘，身體有時候哈啾一下，我們可能身體就動了可能回不到原來我當初幫你定位的那個位置，所以我們就會借由一個墊子，幫你的身體這樣 hold 住，
然後治療的時候就不會亂動。OK， 對。好，所以你看到你說大家講的，其實病了係非常嘅精準、定位，嘛個提防係非常嘅科學嘅，就這樣講吼。唔過講到咧，大家一般講到咧都會有影講，所以知道哦，化療所以冬養蟲咧，病了咩冬養蟲。其實唔係大家想嘅哦，等到你做病了嘅時間是代表你嘅體態係非常嘅美。其實不一定是這樣。對。好，這個不是絕對值。有到某種嘅平，可能你係按養蟲，幾下就嚟做病了，蟲冇？對啊。哦，因為像我們的放射線，它其實對於腫瘤，比如說，因為像腫瘤有惡性跟良性的，然後也有一些是一些良性的疾病，比如說我們有些人的體質比較特殊，它就是一個傷口之後，它會有一個蟹足腫，就是的傷疤上面會長出一條肉，對，從你捧起來一個東西。我們也可以借由低能量的放射線治療，然後讓它的細胞不會分化的這麼快，你的傷口就會變得比較漂亮。OK， 對，那腫瘤的部分當然是可以，惡性腫瘤的部分當然是可以借由放射治療來治療。那良性的部分，像有一些是什麼聽神經瘤之類的，它也是可以用放射線來做治療的。所以並不是一定要到癌症才需要做放射線治療。OK， 對。哦，科長講到非常嘅清楚哦，你聽錯嘅眼睛就係做病了，然後你講你嘅鈣團非常嘅好美，你是就嚟做病了，所以大家唔是一談到病了是非常嘅驚。不過其實提供至少面對嘅世界對醫有好多嘅了解，聽錯有。一定是有幫助的哈。不過講到兩片時間，有啲問題啊，小心鄉親朋友在動上來問，因為一般感應都會動上來問。比如講，大家來問一下哈。比如講係講至少要做病殺治療嘅時間，盡量唔好做啲人成因咯，做啲人順咯，因為我性體上做啲半條中毒、地毒誒，裡面還有一些輻射的殘留嘞。哦。有個圈插牌，先到台高來講，這個是不會的。病人在做完放射線治療之後呢，基本上他身上是不會帶任何的輻射線。OK。對，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工作，我們每天進進出出那個治療室，我們也會擔心我們自己。那病人的話，當然也會擔心。那這個部分是不會的，因為我們的放射線治療的輻射線是在機器裡面，就當我開機的時候，當我要治療的時候，按下去的時候。輻射線才會跑出來。可是當我的治療室門一打開的時候，輻射線就收起來了。就沒了。所以回家因為男孫衝走的，是很安全的。那其實我等下讓大家來講，我覺得這是人性，因為大家會害怕嘛，大家會驚，所以讓大家來講，其實。就算你走胎，因為經過應該性體，你講你走胎過後性體地圖是沒有的，意思是講那是治療的當下，對，所以講你走以後哈，其實身體的體內是沒有殘留的，所以係講性病因為愛用解不下你啊，其實大家嘛唔是驚，其實做到不下就會輕鬆解，錯冇？好，就攞嚟問題二題哦，係有關病殺治療。係咩？為了好嘅細胞啦、壞嘅細胞，是把全部都殺光光，全部都滅絕。應該不是說對，應該是說對，應該是說我們做的放射線治療，我們是針對腫瘤，給它一個一定的劑量，把它殺死。對，因為它一定有一個你殺死它的一個量。可是好的細胞呢，經過了一個恢復期，它有一個恢復期嘛。好的細胞，而且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我們會經過一個很精準的治療計劃。這個精準的治療計劃，它會把我們的劑量集中在我們的腫瘤身上。在好的細胞，我們會把它分隔開來。那好的細胞經過一個修復期之後，它就會好了。但是因為腫瘤的細胞，因為我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它身上，所以它就會被我們集中攻擊，慢慢的萎縮消滅掉。簡單來講，會不會碰到好細胞？會。可是大家唔是很緊張，意思就佢自己會恢復。對，係啊，因為能量非常嘅集中。你前面有講嘛？你看，不管是精準定位、精準嘅定位，然後輔具的使用，一切嘅目的是係講讓你精準治療，針對腫瘤做治療，那它被殺死了，好細胞會讓響，唔過佢會恢復，所以大家也唔是這麼的害怕，從嘛哈，因為這就是迷思去討論哈。提上提外科嘅手術嘛，腫瘤是會冇的，因為一般咧都做外科，其實大家是會講就是外科很清楚嘛，來回有問題，你是要去切體，所以唔是病殺先治療。
這個問題是錯的。就是說，我們身上如果有長了一個腫瘤，那個腫瘤它会慢慢長大，所以它其實是有血管去供應它的。那我今天開刀手術把它打開之後，把腫瘤摘除，可是它有可能有一些小小我們看不到的東西。細胞它是跟着血液跑到其他地方，或者跑到淋巴。那醫生當然會借由比較精準的一個醫院的一些設備、機器來做一個評估，或做照射，或是抽血液之類的一個檢驗，然後發現說它可能血液或其他地方可能會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一個小小的腫瘤細胞。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合併化學治療或是標靶治療之類的方式來一起跟放射治療一起合併做治療，這樣子。OK， 好，準備好，我像聊天非常嘅重要，非常嘅重要。當因為講啊，癌症嘅病因總咧是提醒上吼，因為個影響都會受到腫瘤改變，所以腫瘤會變動態，這個很矛盾。其實唔係，從毛唔係，好，就是說我們在我們生病的時候，就好像感冒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多喝水、多吃東西嘛，不然就有行動經受。對啊，因為大家會講有抵抗力，對，你要喝雞精什麼的。對，像癌症病人如果吃得太營養，會不會讓腫瘤快速生長？其實要吃營養其實基本上是應該是要營養均衡。那腫瘤細胞我們已經用輻射線去把它抑制住，把它殺死了，但是我們身體還是要能量啊，因為我們不管是做放射治療或是化學治療，其實身體都會消耗能量的。你唯有把自己的身體顧好，營養都均衡住，你才有體力去對抗那個不好的腫瘤。所以我們吃進去的東西不是給腫瘤吃的，是給我們自己吃的，對，是要讓我們的體力能夠恢復。如果說你當然會因為一些副作用造成你可能頭頸癌的部分吃不下去啊，因為上期因為奧利都啊，不 L。對，他可能吃不下去，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借由一些營養品來輔助他，讓他得到每天應得到的營養量，這樣子你的體力有了之後，你才能夠去對抗那個不好的東西。講來講去，意思是講，你睇個是動心臟，你就要抵抗力，因為你抵抗力就做得以對抗唔好嘅細胞。好，講到呢，還有多嘅啲嘢咯，大家咧講，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咧講。上台節目你講到係講做病殺治療，要當到大家會翻譯嘅地方，比如講係咪做呢是調整讓，做到我下做得很難順呢，都要到大家講到當好嘅答案然後解說。咁個聊下的咯，睇我嚟講，因為家課總要講到嘛，比如講一係是動靜咁個，你可能會上嘅話你講15咯啊，所以講到呢一邊你講嘅是係佢肯定有副作用。好，那睇下你講有哪啲副作用呢？像我們在做放射線治療的時候，因為它會傷害到我們一些身體的細胞嘛，那人有大部分都會產生一些，比如說疲勞，就是覺得很累，動態啊，對，然後白血球下降，對，然後或者是說照射的部分，皮膚會比較紅，會發炎，像比如說。我們照射乳癌的病人在照射比較表淺的腫瘤的時候，因為就像我們去曬太陽好了，現在天氣越來越熱，我去海水浴場玩，我去曬5分鐘跟曬30分鐘，我的皮膚是不是就不一樣了？我可能是5分鐘，我可能覺得好熱，我就趕快跑回房間了。可是如果讓我曬了30分鐘或者是2個小時之後，對，就會脫皮。紅，然後或者是有些會起水泡，對。但是我們放射治療的部分呢，它的副作用是針對於局部的部分，像剛剛說，就皮膚紅的部分就是比較針對表淺的，比如說胸部的部分或是頭頸的部分。OK， 因為我們頭這邊比較小嘛，對不對？我們要照射像一些淋巴的部分比較表淺，所以在皮膚的部分就會受傷。對，但是在肚子的部分，因為它比較深層。它會影響到我的腸子，可能就是會拉肚子。但是就是你治療哪邊的放射線治療，就是哪邊的副作用。跟那種化學治療是不一樣的。剛剛有提到說那個化學治療是經由血液嘛，所以它一樣會流全身。所以它可能
今天這個藥，因為有很多種不同的藥，藥下去之後，可能這個藥本身在副作用的部分，它可能就會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癌症，它可能就是會造成脫髮，特納蒙，對，歐里都會 L， 對，它可能是全身性的，你可能就是我是治療肚子的，可是我怎么會吐？因為那個是一個化療的一個副作用，但是我們放射線治療的部分就是針對局部，但是治療完之後，它就會慢慢的恢復，對對，不會說，我今天照肚子會不會掉頭髮？不會，很多病人也會說，那我會不會掉頭髮？不會，除非我們是照射到頭部才會掉頭髮，對。OK， 你看到講到非常嘅清楚哦，大家會懂了解沒有安用嘅問題，譬如白血球下降就會像抵抗力嘅問題啊，錯嗎？但係安用你還有嘛解咧？還有一種是講時常係解下抗腫優先講到嘅，冇用嘅普為嘅急性副作用。哦，解下又講到頭頸，對不對？對。可是它還是會有蠻細節的哦，比如講，因為我們頭部的部分它包含的一些器官比較多吧，因為我們會照射到口腔的黏膜，所以它會口腔黏膜會破哦，再加上它可能有時候頭頸癌的病人會合併化學治療，所以它的治療的副作用是加成的。口乾是因為我們頭部這邊會有口水，會有唾液腺，所以它也會受傷。那味覺的變化就是治療當中你可能就是會產生一些味覺的改變。吞嚥疼痛是因為跟口腔黏膜一樣，它黏膜會受傷。所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它會經過的時候就會覺得痛痛的。那頭髮脫落是因為局部我們在頸部後面的部分會有些許的那個頭髮會掉落的狀況。落髮了冇強容哦，對，太低哦。那乳房的部分就是像皮膚紅癢啊、脫皮，對。那胸部跟乳房差不多，但是因為肺癌的部分有一些會比較靠近食道中間的部分，所以它可能會咳嗽或是咽喉炎，就是比較靠近下段的部分。對，吞嚥困難也是因為它照射部位可能靠近喉嚨那邊。那肚子的部分就是局部的部分，可能就會脹氣啊，或是有一些噁心嘔吐的感覺這樣子。那骨盆腔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的骨盆腔下面有腸子，然後還會有膀胱啊，還會有一個直腸，就是我們那個腸子要上廁所的部分。如果說它治療的時候的副作用，可能就會造成便秘或是拉肚子。但是這些的症狀，因為我們在治療當中，病人每個禮拜我們醫生都會就是看病人，然後去問病人說，這個禮拜治療有沒有什麼不舒服啊？然後醫生會根據這些副作用給予一些緩解的一個做法，比如說開藥啊，或者是說比較嚴重的話，可能就是會讓他休息個幾天，讓他就是身體稍微恢復一點，體力恢復一點之後再繼續做治療。對，會唔會大家應該反應都冇買強咗？其實會，尤其是現在，比如說我們比較多的就是乳癌的病人，對，那每個人的因為治療的狀況跟本身的一個體質跟那個你本身腫瘤的大小，OK， 對，有的人可能只有2公分，可能有的人5公分，那2公分的照射範圍跟5公分的照射範圍其實是不一樣的，相對你影響到的一些作用就會不一樣。對。哇，我哋細佬大家咧講吼，一般來講，市場係冇強嘅地方啊，冇強嘅鏡頭得到嘅會影響嘅副作用係冇強用嘅。好，講到呢一片咧，大家是會問其實咧我知道呢幾年，我自家嘅感覺，不論係你講疫苗也好，然後福利就是大家來講，我們要趕快去做篩檢，而且非常的積極，聯絡大家來做抗癌嘅檢查。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動漲掉嘅事情。用英講的，因為大家嚟啲，你早啲發現到底對你係好嘅，你早啲好，早啲去治療。很好重要嘅事情，其實對幾隻國家啦、幾隻政府都引導變咯。其實你投入嘅醫療資源咪冇強咯。大家係啲係講大家都唔啲冇發現，但係你好多歲你就會發現，你肯定要做治療。該兩是對你來講，第一機會當辛苦，第二家下國家投入嘅醫療資源可能比你上嘅很好多。因為你下你講係講你哋檢查出來，大家治療是好咧，好當初期嘛，大家是咪啲？對你來講好。醫療資源沒冇多，而且兩件事情對
你哋在國家嘅大家印度非常嘅重要。不過你都同大家好好地講一下，你要推大家，你要大家眼睛嘅篩檢，所以大家成個啲係大家嘅福利。我講咯，40歲，比如講40歲到74歲嘅社會，你達2年時就是擺嘅乳房的 X 光呢個填供嘅攝影，這個就是很好的對福利，從大家都冇還有聽醫。比如還有子宮頸癌的部分，就是它現在年齡也降低了，就是從25歲到29歲的女性每3年就是可以做一次。那30歲以上的話，就是每年可以做一次。那還有一個 HPV 的檢測，就是有特定年齡的一個族群才能夠做一個檢驗這樣子。然後大腸癌的部分呢，就是45歲到75歲的民眾，就是每2年可以做一次這樣子。那口腔癌的部分就是30歲，如果說你有嚼檳榔啊、抽菸的習慣的話，就是可以每2年可以做一次口腔黏膜的檢查。其實這個很方便，就是你嘴巴張開，它黏膜一抹就可以了，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那肺癌的部分就是有一個低劑量的電腦斷層的部分可以做篩檢。如果有家族史的病人，不能說病人，就有家族史的感應的。人對，他們可以就是提早做一個篩檢這樣子，因為免得說有時候家裡有人生病的時候，他可以提早做檢查做預防。對，然後胃癌篩檢的部分是今年新增的，對，就是當你去做大腸癌篩檢的時候，你可以順便做一個胃幽門桿菌的一個檢測，因為它是糞便，對，它是糞便，它是用糞便，所以就是如果說我們每2年做一次大腸癌篩檢的時候，可以同時去做一個胃癌的一個篩檢，但是這個終身只有健保只有給付一次。OK， 對。不過係幾多擺總係經驗性嘅。對。什麼對多個鄉親朋友來講，第一是係一個當好嘅消息，你是做得去做一擺。其實唔係講900個問題，意思是係講，佢也係督促你、提醒你、提醒你，要做兩件事情。做得去發現有乜個問題，預防航擺係個唔拄好，只是拄到乜個變到當辛苦。哈，講到呢一邊呢，其實最尾節目講到最尾哦，只剩1-2分鐘，1-2分鐘嘅時間，因為其實時間有特別的提醒所有嘅鄉親朋友，大家還係咪想要相信偏方？對不對？對，會有些人就是生病的時候，就是家人或是鄰居會跟他講說，他們講哦，該苗該供苗該浮水凍又好。你還係咪有？很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但是有些人還是會去相信，說我吃營養品，它可能就會好。但是現在的醫學很進步，而且我們的醫療資源非常的好，有很多醫生會根據你的一些檢驗報告、抽血報告，給予你適當的治療計劃。就是聽信醫生的一個診斷，跟配合醫生的治療方式，其實會讓你的治療的效果會更好。你聽信偏方，腫瘤沒有得到一個適當的控制，等到你覺得外面給的一些建議，對，然後你再回來的時候，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然後浪費更多的一個醫療資源，去幫你的疾病做控制，對，而且產生的副作用當然大，就像剛剛說的，你照射2公分的一個治療區域，跟照10公分的治療區域，你受影響的區域其實是不一樣的，相對你自己本身遭受到的痛苦也是會不一樣的。對。哇，今日非常感謝寇總來到節目底度，了大家咧分享按從了解底線啊，相信大家嘅收穫聽咗動態，所以在嗰100感謝寇總來到聊天，了大家咧分享。好啊，鄉親朋友，就希望大家都做得抗健，所以底下大家仲喺度做人同要抗健嘅身體哦。เรา將大家來到福喜來嚟嘅民宿墾宅，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เรา兩個影片墾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